嗯。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预备心来参加晚上的祷告会。让我们在安静当中寻求上帝，在困境当中我们也仰望上帝，在危难时我们依靠上帝，在喜乐时我们也把我们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主，我们来唱632首，我们来唱我们的敬拜诗集632首，全然为你。我们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我们的主，全然为你。让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唱，把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单单的仰望主。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你，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让我们的眼光和心思全然注视我们的主，单单来仰望他，单单来敬拜他。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放下为自己抓住的，放手交给你，我的主，我愿使你欢喜，对你的爱不断涌流。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的满足。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全心来献上最深
和真挚的爱，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哈利路亚，赞美主，让我们的生命气息全然是为主而活。我们再来唱494首，494。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界，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心事未曾看见，依然仰望世家，心事完全交托，神之主已掌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或风浪或低谷，主平安在我心，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行在主的旨意，我凡事都能做。感谢主，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神帮助我们，我们凡事都能做。我们再来唱319，天父必看顾你。特别在这样的疫情中，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天父必然看顾我们。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任遭何事不要惊怕，天父必看顾你。你
上帝才坛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有心他必供应，天父必看顾你，凡你所需他必垂听，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天父必看顾我们，在任何事上他必看顾，他也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在副歌当中等候，并且向主献上仰望，在间奏当中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话。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感谢主，天父必看顾我们。我们最后来唱一首台语的诗歌，祈祷的时，这时极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首诗歌，将我们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祈祷的时，这时极好。祈祷心托你受尽欢乐，高堂秋君天白面前，将心所爱祈祷无停。我把拄着在夜艰难，祈祷。为的平安。
心，基督的死，为何魔鬼甲我杀离？基督的死，真是结果，预备欢喜，听我基督万民主宰的基步，一切困求已就救赎。天地教我甲伊亲吻，爱我心可受伊大恩，大众大行花路可以，欢喜听候基督的死。基督的死，真是结果，我的心并无烦恼，真正是人真正基督，临终开灯各项拢好。一时灵魂离开身躯，就会记着听我的主，无过烦恼，无过伤悲，永远享受天的福气。一时灵魂离开身躯，就会记着听我的主，无过烦恼，无过伤悲，永远享受天的福气，永远享受天的福气。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在线上，或是我们在家里，我们可以一起聚集来祷告。愿你恩待我们，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到教会里面来聚会，虽然我们没有办法群聚在一起，能够有彼此的分享，但是主啊，我们透过我们的祷告、祈求和感谢，一样把我们的颂赞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每个家庭都开启成为敬拜上帝的祭坛，成为馨香的祭，献在主的面前，将我们的祷告献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查考今天的要看的经文，在犹大书的第1节到第8节。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来看犹大书的第1节到第8节。犹大书也是只有1章，所以请大家就直接来看犹大书的第1节到第8节。好，翻到我们请一起同声来念这一段的圣经，我们一起照着我们在 PPT 上面的经文，我们可以一起念来。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写信给那被召在父上帝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连续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争辩。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上帝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后来就把那些不信的灭绝了。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都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又如所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境界。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阿们。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还有听他话语的人。我们再来读现代中文译本，来方便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对照。我们一起来读现代中文译本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在 PPT 上面可以看得到。我们一起来念现代中文译本，我们一起念来。我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兄弟犹大，我写信给蒙上帝选召、生活在父上帝的爱中，并蒙耶稣基督保守的人，愿上帝丰丰富富地赐给你们怜悯、平安和慈爱。亲爱的朋友们，我一直很想写信跟你们谈谈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的救恩问题，可是我觉得有必要立刻向你们提出劝告，要你们继续为上帝只一次就完整地传授给信徒们的信仰征战。因为有些不敬虔的人偷偷地混进我们中间，以曲解上帝恩典的信息来掩饰自己腐败的行为。他们拒绝了唯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很久以前，圣经已经预言他们必须受惩罚。虽然你们都知道这一切，我仍然要提醒你们，主怎样救以色列人民脱离埃及，然后消灭那些不信的人。不要忘记那些不守本分、离开岗位的天使们，他们被永远解不开的绳锁链锁在黑暗的深渊里。上帝把他们囚禁在那里，等待审判的大日子。还有住在所多玛、蛾摩拉和附近城市的人民，像那些天使一样，他们行为淫乱，放纵反自然的性欲，因此受那永不熄灭之火的惩罚。这是可作为人人的境界。这些不敬虔的人也是一样，他们淫秽的幻想驱使他们犯罪，污损自己的身体。他们轻慢上帝的权威，侮辱在天上的尊荣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对他今天所要告诉我们的话有更多的认识。那开始前，我们一样要来先看一些PPT， 这个是从这个论坛报里面我们所看到的一些节录的一些的内容。有时候我们常常提到说每天要信靠上帝，但是怎么样信靠上帝？那这里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跟提醒。这里提到每一天有7个步骤可以让我们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这些的 PPT 里面可以得到一些的提醒跟帮助。好，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在箴言3章第5节到第6节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先看到我们需要专心仰赖上帝，不是靠自己的聪明，所以我们要在所行的路上都要认定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认定上帝，并且他必指引我们的道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从7步的每天7个步骤可以信靠上帝的方法。我们来看到第一个，不要靠自己。所以不要靠自己，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信任自己，而是不要用过多的自己的方式或方法去解释，或者是去做一些叫做超过我们应该要去做的事情。很多人用很多的方式要去解决一些的方法或是问题。那昨天我看到有一个国文老师在解释《道德经》里面的一段话，我觉得刚好可以跟这里做一点对照。在《道德经》里面提到说，无为跟不争。所谓的无为并不是都没有作为，而是暗暗的去做该做的事情。
他的解释就是有如滴水穿石一样，当你一直不断的持续的去做，即使没有人看到，你仍然持续的不断去做的时候，这个叫做无为的为。所以所谓的无为，其实它也是有作为，只是它的作为并不是人所看到的好像烟火一样的这样的一个灿烂，而是在一般的这样的一个路径上面的时候，仍然做自己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活在一个必须要努力去争取各种供应的世界里，但是要信靠上帝才是最要紧的。所以在箴言3章第5节说，若仅仅依靠自己，最终只会带来失望。想要活出上帝的呼召，必须学会在上帝的同在中休息，但是这个是最难的。如果我们自己无法完全信靠上帝的话，那么我们要进行的是第2个步骤。好，第2个步骤就是要呼求上帝。所谓呼求上帝，就是当我们自己知道自己软弱，无法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唯有专心转向来仰望上帝，并且来向上帝来呼求。所以我们要从嘴唇和思想开始来呼求上帝，并且来在上帝的面前来顺服上帝。当我们呼求的时候，当我们宣告我们愿意来顺服上帝，并且依靠上帝的带领，那么我们相信上帝必然也这样来带领我们。当我们屈膝祷告，就是承认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并且把生命降服在他的手中，这样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3个步骤。好，所以第3个步骤就是我们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上帝摆在第一位，不是好像一个分阶段的，好像上帝的时间是第1个然后家庭第2，然后工作第3，并不是这样。把上帝摆在第一位，是上帝无论在任何的层面当中，任何的环境里都是第一位。所以我们都倾向紧紧抓住我们手中拥有的，而学习把上帝摆在最首位，意味我们必须要相信所有的一切都来自于他。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是他的安排，所以我们相信每一件事情都出于他的带领跟掌管，包括我们的金钱在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便是在承认我们有多么的依赖他，或是做到我们真正是依赖他，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这样来做到完全的信靠上帝，并且把上帝摆在第一位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是来依赖上帝跟仰望上帝。再来，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检视自己。常常我们没有用上帝的话来检视自己，我们常常自以为是，并且是自己觉得自己所做的是对的。所以如果真的按照上帝的话去做的话，并且依照上帝的话来自我深省跟反省，或许可以解决许多的问题，包括我们会为自己的行为找许多的借口。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被上帝的话来提醒，以至于我们不是用许多的借口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至少我们应该要在上帝面前，应该要信靠上帝，并且按照上帝的话去做，才能走在光明跟正义的道路上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用上帝的话来检视我们自己，让上帝的话常常来提醒我们。再来就是我们需要去逃避邪恶。所以有一句话讲，上帝的话让你离开罪恶，罪恶让你离开上帝。所以逃避罪恶其实就是要把上帝的话真的放在我们心中，并且照着去行。我们的世界有太多的事情会混乱我们与上帝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享受欢愉之余，有可能世上的一些事情会变成我们的绊脚石。所以要牢记，上帝才是我们一切祝福的来源。我们能够是不是照着上帝的话去做，才能够活出真正美好的人生，按照上帝的心意来行，才能真正活出那样的美好的人生。再来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听圣灵对我们说话，听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的感动跟声音，好让我们能够听到主对我们说话。所以上帝应许赐下圣灵，天天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每一天可以从上帝的圣灵里面能够支取能力，并且能够得着帮助，它就成为我们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时常想起上帝所对我们说的一切话。所以透过圣灵，我们也能够常常记起上帝的话。
最后一个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在上帝的爱里面休息。所以休息并不是完全没有工作，而是当我们在休息的当中去看见上帝的工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在现在的世代里面，能够安静跟安息是不容易的。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在上帝的爱里面休息。圣经里面说要休息，要知道他是上帝。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混乱中，我们也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并且我们面临的挑战，各样的事情都在上帝心意的里面，并且我们全心信靠他，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要使爱上帝的人得益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今天我们也要看到在今天的犹大书里面的经文有许多的提醒，也给我们有一些的帮助。当然我们要先认识到我们敬拜的是谁，也会让我们渐渐的变成跟谁一样。所以我们如果敬拜上帝，那么我们就渐渐在生命当中与上帝有这样美好的交通。但是如果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我们所这个雕刻出来的这样的一些偶像或神明，或者是一些我们会在一些神话故事里面或者是一些民间信仰里面所看到的一些的让人恐惧或害怕的，那么我们也会活出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信仰对我们信仰的对象对我们是一个何等重要的事情。在带领敬拜的人更是这样，带领敬拜的人要带领敬拜者要能够进入到敬拜的里面。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当我们在寻求上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些引导，包括像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会有一些主日学老师，会有一些的小组长，或是有一些引导我们的一些的前辈牧者会来帮助我们。但是敬拜者应当要在上帝面前要更加的谨慎，不仅在主日敬拜中要借着诗歌音乐，或者是借着这些的崇拜祷告来尊崇上帝，更是每一天要借着生命来见证上帝，并且引领人来跟随主。所以我们的心态是什么，我们的心思动机是什么，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热心侍奉，背后的动机是为了肯定自己，或者是为了要使自己得荣耀，或是得到荣誉，那么也许我们不是在侍奉上帝，而只是在侍奉我们自己。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有时候这样的试探是极大的，所以有时候也许我们可以站在一个服事上的位置，一个荣耀的位置，但是我们的心却不是为了要荣耀上帝，而是只是为了要让自己获得肯定。所以一个传道人的服事跟侍奉的果效，不是在于他能够多会讲道，而是在于他能够活出圣洁的生活。因为讲道不过是1-2个钟头的事情，但是生活是随时都在讲道的。包括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见证我们所信的，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为主做见证，而不是只是在做礼拜的1-2个钟头的时间。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一个基督徒不只有在礼拜天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更是我们在每一天都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今天教会里面特别需要有一种勇气，就是放胆来宣讲上帝要我们宣讲的真道，就算他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有些人他讲的内容，或者是讲的道，或许是讲的这样的教导或训诲，并不是为了要提出这样的一个真道，而是为了要去迎合或讨好别人。所以愿上帝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一个牧者，或是一个传道人，或是一个教导者，一个老师，他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不是我们要讲让人受欢迎的道，而是要能够认真的在上帝的面前能够照着真理来讲。所以约翰卫斯理这样说，他说，给我100个人，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爱的传道人，不管他们是正式的或是一般的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的门，在地上建立天国。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心志，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上帝别无所爱的话，那么上帝要做奇妙的工作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卫斯理他当时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对当时的英国的教会有一个极大的影响，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卫斯理说，给我100个人，除了罪恶别无所惧，除了上帝别无所爱的这样的传道人，他们无论是正式的或是平信徒，他们将要震动地狱的门，在地上来建立天国。所以也许有很多人喜欢读神学，或是希望要能够拿到一些的神学的学位，或者是可能希望能够透过神学来做一些教导的老师。那么我们需要能够了解，神学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也不是为了要显示我们自己有多懂得思考，也不是为了让我们的话变得有分量。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是，神学的目的不是来服侍自己，而是来服侍教会跟世界。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成为教导的老师，当我们能够成为小组长，当我们能够成为带领者的时候，不是拿这些来夸口自己，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或学识来夸口自己，不是来服侍自己的，而是要来服侍上帝的教会和服侍这个世界。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所以特别我们也要常常为这些当老师的人祷告。在教会里面，我们会看到有许多的主日学老师或是教导者，无论是成人主日学或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或者是担任教导者的传道人，或者是牧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最好的教育不是一个只是用说的方式，最好的教育是身教。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身教的这样的一个重要，包括我们在家庭里面身教的一个重要。所以犹太人这样说，他们说自己父母亲是自己的人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老师。所以当老师的人不是只有在说话上面，不是只有在教导上面，包括我们的生命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特别我们现在在疫情的当中，有许多的家长，有许多的父母亲必须要在家里面担任起老师的角色，这样的角色更是重要。我记得以前在幼小的时候，常常会有一句话是很让人感受很深刻的。如果一个人他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表现的话，常常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是没有家教的。所以家庭的教育对孩子是重要的事情。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家庭的教育的一个重要性。特别在教会里面，不单是教导很重要，而我们所行出来的更是重要的事。这些在犹大书里面都让我们会看到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来看今天的犹大书里面给我们的几个提醒。第一个，犹大书的作者是耶稣肉身的弟兄犹大所写的。那这些的内容可以在马可福音6章第3节，还有使徒行传的第1章13节里面可以看到。所以这个犹大书的作者跟另外一位新约的书信的作者雅各，他们是亲兄弟，同时也是耶稣肉身的弟兄。那当然耶稣是约瑟跟玛利亚的第一个孩子，所以后面这个犹大跟雅各都是他们的都是他们的弟兄。所以书中里面提到犹大为真理的来争辩，其实在犹大他亲身去经历到与耶稣的这样的相处之后，后来他也信主了，并且在书信中犹大为真道的缘故，他说极力的争辩。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在当时的初代教会里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领袖，并且他要鼓励当时的基督徒要在至圣的真道上来造就自己，并且在圣灵里祷告。这个是犹大书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并且要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个是犹大书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常在上帝的爱中，并且仰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犹大书里面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提醒。第二个，初代教会的时期有许多的事情是第一次发生的，所以千万不要认为说初代教会里面就有很多美好的事，其实有很多事情也是第一次的发生。包括当时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假先知跟假教师的出现，很多人为了自己的荣誉或是荣耀，或者是要让人可以看重他自己，或是有地方有舞台可以表现，所以当时有出现很多的假先知
跟假教师，包括他们的教导，都是对当时的教会、初代的教会有一些影响跟伤害的。所以为了兼顾初代教会的信徒，犹大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这是犹大的一个初心，他要为当时的这些的基督徒，他们要极力争辩，为真道来争辩，并且要让当时的基督徒可以分辨哪一些是假教师，以及他们的危害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第3节到第4节的地方可以看到这些假教师的危害。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来看到，从教师所行的就可以分辨哪一些人是真的教师，哪一些人是假教师。真教师与假教师，除了在教导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以外，从他们的生命所活出来、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可以看出这样的人是真的教师或者是假教师。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愿上帝也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分辨哪些是真的教师，哪些是假的。特别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有许多的这样的一个山寨版的信仰，或者是一些异端的信仰，更是需要被提醒，知道怎么样来做分辨的。第3个，犹大用当时的人所知道的出埃及的故事。当时的出埃及的时候，有一些叫做可拉一党的人，他们抵挡摩西，后来受到惩罚，并且还有提到离开岗位的天使，这些也许都是用一些当时犹太人的传说，或者是一些的其他的经典来看到的内容。这些人他们离开了岗位的天使，受了刑罚，这些人将来要在永远的刑罚里面受刑。还有在圣经里面提到索多玛跟俄摩拉城的毁灭，提醒这些的假教师将来他们也要受到这样的刑罚。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的假教师或是假冒上帝话语的人，这样的教导不是真实话语的这些的教师，将来他们要受的刑罚是更重的审判。所以思考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过去发生的事可以看到，上帝对不尊重领袖、擅离职守、行不义之事的审判是极其严厉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尊重上帝所设立的领袖，并且能够遵守上帝的话语，不是擅离自己的职守，或是擅离自己所在的位置，然后行不义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尊重领袖，并且能够守住自己的位分，在所行的事上能够行正义、公义的事情，而不是行不义之事。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落在上帝的手中是极其可怕的，也是给我们提醒，让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人将来他们必要在上帝面前来受这样的审判。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就要一起来进入祷告。我们有许多的事情要在祷告会当中，我们要进入祷告。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来做礼拜来祷告会，但是我们仍要关心许多的事项。那第一个，我们从我们的教会的事工里面来看，第一个，我们为礼拜天的主日崇拜来线上祷告。那因为到现在我们都还必须要在这样的一个3级的防疫里面，所以一直到6月28号都是我们必须要执行用直播的方式来做礼拜。所以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特别现在的规定是更加的严格，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为教会的服事同工来祷告。那因为室内不能超过5个人最近有一些堂会受到一些的影响，所以我们请弟兄姐妹来为教会祷告，让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安排都按照规定来行。那主日崇拜后，我们有使徒行传班在这个主日崇拜后会上课，那这个是在线上的上课，那请弟兄姐妹也为上课的老师来祷告。那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主日崇拜当中，我们除了线上的主日崇拜直播，还有礼拜4的祷告会，我们都在线上的方式，所以请弟兄姐妹要定时的收看，也预备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那牧师也邀请我们的小组的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在线上有祷告聚会，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线上的话，在时间到的时候，我们一样在小组聚会的时间到的时候，期待我们可以一起有聚会的时间，让我们可以一起参与在线上的聚会跟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虽然也许我们在1个礼拜里面可以有1个小时的时间来见面，但是我们透过这个小时，我们可以在那里领受上帝的话，并且可以彼此分享祷告，
这是美好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那我们第6项我们高雄区的牧者们，我们在每天的灵粮里面，我们有拍摄灵修的短片每天5分钟的时间，那请弟兄姐妹能够准时来收看，让我们能够在疫情的当中，我们仍然与上帝有美好的交通透过牧者的分享跟讲道，让我们可以来得到一些的帮助。那我们也为我们的儿童事工来祷告，特别我们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来举办儿童的夏令营，但是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够顺利的在家庭当中父母亲来教养自己的孩子，也实践我们在家庭当中能够对家庭的教育、对信仰的教育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跟影响。那我们也为制服艺人学院的活动来线上祷告，那求主带领，让我们的春季活动虽然已经暂停，但是剩下的课程我们也期待能够在解封之后能够进行完成。那卫理神学院下个学期要开新约导论，那请弟兄姐妹也能够来报名参加。那我们已经把这样的内容放在小组里面期待弟兄姐妹能够来学习，并且能够来上课请能够来跟办公室来报名。那我们的红本门徒，我们等解封之后，我们会恢复上课。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恢复之后，我们仍然预备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上帝，能够预备我们自己来学习跟来效法主的样式，能够成为主的门徒。好，那教会的读经计划，也请弟兄姐妹来认真来执行，让我们能够在小组里面，还有包括我们个人的读经上面，也能够更加的进步跟成长。那我们也期待我们今年教会增长能够到200人，求主给我们加添得救的人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一起来为这12项的事情来线上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谢谢主，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主愿你将得救的人天天加添在我们的当中，好让人能够认识你，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愿你恩待我们，主天天将得救的人赐给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强壮健康。主，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读经计划来向你线上祷告。主让我们的执事们他们所推动的这样的一个读经计划，能够对弟兄姐妹带来好的影响，让我们时常浸泡在上帝话语里面，能够常常被主的话语来得着，并且我们也得着上帝的话，成为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帮助。我们也为红本门徒的课程来线上祷告，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解封之后，我们弟兄姐妹仍然专心的能够持续的来上课，能够持守在上帝的话语当中，能够遵行上帝的话。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下学期的卫理神学院的上课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在新约导论的课程里面，有更多的弟兄姐妹乐意来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寻求上帝，并且能够来更多来了解上帝的话语。主愿你恩待我们，主让许多弟兄姐妹渴慕你的话，爱慕你的话，切慕你的话语。主，我们也为着春季制服学院的活动来向你线上祷告。谢谢主，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虽然完成了大半，我们还有一些的课程必须要在后面才能够进行。愿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事工，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工作，能够透过这些制服学院的工作，能够尽快的能够来恢复跟进行。主，你也把疫情能够来解封，让我们能够在这些的福音事工上，我们能够持续的来进行。我们也为着儿童夏令营虽然是停办，但是愿你帮助我们教会的儿童，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孩子们，他们也都能够来遵守上帝的话，并且在家里面就能够听父母亲的教导，并且他们父母亲也透过上帝的话来教导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也为着我们在这个每天的早上的灵修的这样的一个每日灵粮里面，主让我们得帮助，为着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们每天早上都领受上帝的话来感恩，感谢主。让我们也为着我们的小组聚会，能够在线上一起的聚会来线上祷告，让我们的每一个小组都能够有健康的这样的聚会的时间，使我们都能够来透过线上的聚会彼此来问安，互相的得帮助。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实体的聚会暂停之后，我们仍然在线上有主日崇拜，还有祷告会。主愿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能够在崇拜上面，主我们也能够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工作跟事工。主让我们不是在家里面看
影片，以至于我们就忘记我们是在上帝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我们也为成人主日学来线上祷告，带领我们的周雄老师，还有我们的这些其他的成人主日学老师，我们的邵文兄，还有其他的我们的如君老师，或是天一老师，还有慧玲老师，他们都能够成为很好的教导者，来教导他们的学生，能够来更多认识上帝。我们也为着3级的这样的警戒主能够这样的延长，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在月底的时候，主我们就渐渐的能够来这样的来恢复正常的生活。主让我们这些已经被压抑许久的这样的一些的活动都能够顺利的来推动跟进行，也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年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来走在上帝的心意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尽快的我们的国家能够恢复正常的状态。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接下来也为我们的信友代祷意向来线上祷告。我们为着非洲的国家这个毛利塔尼亚这个国家来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这个国家在非洲的地方，那求主来怜悯，让这个国家能够蒙恩，让非洲许多的国家都是在很贫穷跟这样的一个困难的状态。那特别非洲的国家也有一些的疫情的影响，求主来怜悯，帮助这个地方的百姓能够蒙恩。那我们也为宗教区的教会大理卫理堂，我们为毕崇道牧师来线上祷告求主来帮助这个年轻的牧师能够在当地的教会更加的得人，并且教会的奉献充足，传道同工的身心健康都能够得帮助，愿上帝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也为着台湾的政府首长跟行政官员来线上祷告，求主来怜悯跟纪念，让我们的台湾的百姓能够更加的蒙恩。我们也为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受完整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线上祷告。那我们也为在第一线防疫的医疗人员、军警人员，为他们来线上祷告，求主保守他们平安。我们一起来为这5项的内容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他们舍弃自己的享乐，他们要在第一线做防疫的工作。主愿你恩待我们这些在防疫当中的医疗人员无论他们是医生、护士，或是公卫人员，主或者是军警人员，他们能够在第一线来帮助这些的百姓。主愿你都恩待他们，让他们在工作的当中有平安，你的恩典在他们身上，让他们不受这些的疫情影响，并且能够很好的来执行他们的工作。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台湾的儿童青少年能够受到好的知识教育跟品格教育来线上祷告，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是停课，但是没有停止学习，恩待这些的儿童跟青少年，他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也能够谨记这些的困境跟难处，以至于他们将来能够有被主你来使用跟发挥的空间，让他们能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更能够提醒跟警戒，并且能够来帮助我们的百姓们都能够蒙恩。主，我们也为着台湾的行政首长跟政府官员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我们的这些的百姓的官长，让他们制定好的政策计划来帮助我们的百姓蒙恩。主，我们也为着我们在宗教区的教会大理卫理堂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毕崇道牧师，让他能够在当地的教会能够来更多的得人，并且他们的身心灵都强壮健康，也为教会的奉献能够在收入上平稳来线上祷告，愿你恩待这个教会。我们也为非洲的国家，为毛利塔尼亚这个国家来祷告，愿你恩待这个国家蒙恩。虽然非洲国家有许多都是比较贫困的，但是主你的恩典也没有离开他们，让他们在困境当中也能够领受上帝的恩惠，并且我们看到这些的国家百姓，主他们也需要蒙恩，愿你恩待在非洲的这个国家，并且让这个国家的百姓能够来归向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的里面蒙恩。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今天晚上我们完成我们的祷告会，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的祷告都蒙你的垂听跟纪念。主愿你来施恩看顾，我们也为许多个人的需要来线上祷告，特别我们在祷告会后，我们有留一部分的时间，我们期待为这些的弟兄姐妹有个别的祷告的时刻，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虽然没有在公开的场合当中来提出，但是主你也一一纪念他们，愿你恩待这些的
弟兄姐妹他们也蒙恩，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在你心意的里面，直到你为我们开启新的路，以至于我们看见主你美好的事要发生在我们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